感謝先姨。啊，講這個風颱就是拜五的暗時一直到拜六規工影響上大。台北有一間廣告公司為着要確保着員工通勤的安全，率先來宣布，講明仔載不管風雨如何，全體員工攏踮佇個厝辦公，大家安全上重要。這頭家這麼體貼着員工，是予袂少的上班族真心善。騎奧多巴嘅人用盡開帶甲手段，車都是騎袂行。在風雨中行路，大家互相相擦，也是行甲跋跋倒。就驚風颱把尾帶來的風雨會閣較嚴重。明仔載敢會放風颱假，各縣市也未決定。是講有台北廣告公司的頭家是決定，明仔載全部員工佇厝來辦公。因為頭家也無想要淋雨，淋甲規身軀澹漉漉。對啊，我們也不想要在淋雨的時候來上班啊。那這樣子的話，就是幫公司做一點福利啦。身邊有很多小公司的老闆們，他們其實禮拜一、禮拜二我們就已經在討論這件事情。廣告公司的業者講，因規定啊，規模較無20萬的公司，拜一在咧討論，拜五敢要讓大家佇厝來辦公就好，賣遐艱苦。好老闆，好老闆，老闆支持他這樣子。對，需要。你覺得需要？非常需要，因為我很想放假。累了哈。對。哦，真的好老闆，而且這是因為它可以遠距，它有的，例如說便利商店，你怎麼遠距？這種東西就很危險，風險太大了，你不曉得下一個，有時候招牌掉下來啊什麼的。可是對產業的影響也很大，所以，但是我個人是認為可以。是講，若放風颱假，勞工本地正常的工作日，領動工薪水無保休。動工的休息日依法有加班費通領，無強制補一天保休。動工例假日出勤有雙倍薪水，強制補一天保休。動工佇厝內辦公，薪水照領。排班排到上班日，家己休假無出勤是合法的。毋過頭家會當賣互你薪水，畢竟趁錢有數，性命愛顧。